括弧 wealth management 括弧去匯報佢嘅工作嘅。咪想問一問啊林生咧，客戶服務人員包括啲邊一類嘅員工咧？佢哋嘅職責同埋所需具備啲乜嘢嘅資格咧？佢係咪全部都係 RI 即係有關人士咧？林生。主席，首先我要説明一下咧，剛才有個日子嘅就係下邊嘅解説嗰度咧有個2007年3月嘅。2007年3月咧就係我哋一個中銀香港好重大嘅組織架構嘅改變，從以往我哋嘅用一個嘅叫 SBU 嘅組織結構，就係過渡到我哋而家現在咧就係用叫做 RPC 嘅結構。R 咧係指我哋客戶關係嘅管理， P 係我哋嘅產品嘅管理， C 咧係我哋嗰個分銷渠道嘅管理嘅。咁當時嘅零售銀行部咧就拆分為呢3個部分。咁咧就即係提到兩組嘅銷售人員。第一組嗰個嘅 RM Relationship Manager 嗰度咧，佢最主要咧嘅功能係銷售為主嘅同埋管理客戶關係嘅分工嘅。咁佢咧係有2個匯報路線嘅。一個咧就匯報我正係剛才所講咧，就客戶關係管理嘅部分，亦都隸屬於當時我哋嘅個人金融同埋產品管理嘅團隊。咁呢方面咧，最主要咧就係整個工作嘅安排、專業嘅培訓、專業嘅領導，係一個直接管理嘅關係嚟嘅。咁但係我哋嘅 Relationship Manager 嘅工作地點咧，就喺我哋嘅分行嘅。咁所以咧，佢哋嘅響分行銷售嘅執行嘅層面咧，就係響我哋嘅剛才所講嘅分銷網絡嘅 channel 嘅部分。所以出現咗咧一個管轄同埋一個執行2個方面，所以出現咗有個叫做雙線嘅管理嘅關係響算。呢個係解説咗嗰個Relationship Manager。Relationship Manager 必定係我哋嘅 REI 嚟嘅，係我哋嘅有關人士嚟嘅。另外一個嘅就係關於我哋嗰個嘅Customer Service Staff 呢個咧，就係直接係我哋嘅分銷網絡嗰個單位咧，直接管轄嘅人員嚟嘅。咁呢邊咧，佢最主要咧就係有2個嘅功能，一個咧係一個服務嘅功能，另外一個就係銷售嘅功能。如果佢係屬於銷售投資產品嘅指定嘅所謂 Customer Services 嘅系列裏邊咧，佢必定要有 REI 嘅牌照嘅。咁因為我哋亦都有部分嘅呢個 CS 咧，呢個服務人員咧，佢嘅功能可能係服務或者指定一啲嘅業務，譬如好似做一個按揭嘅銷售咧，佢不一定有 REI 牌照，但係佢哋如果冇個牌照，就唔能夠涉及投資嘅交易嗰個嘅呢個裏邊嘅。如果客戶有咁需要咧，佢會轉介翻俾我哋相關嘅同事係有 REI 牌照嘅同事去到做銷售嘅。咁大致上係關係咁樣樣。而至於佢哋嗰個嘅履歷啊各方面係參照我哋嘅適當人選嘅要求，必定要係 REI，亦都有相應嘅履歷。喺佢銷售呢個嘅投資產品之前，有充分嘅培訓安排，亦都合格通過有關嘅測試。主席。就喺雷曼相關產品嘅銷售方面咧，或者睇下林生有冇要補充關於客戶服務人員同客戶關係經理之間個工作關係，即係有咩從屬關係啊？有冇或者係有其他嘅關係可以話俾我哋聽？工作關係上，林生。主席，咁咧就呢個嘅客戶關係經理呢個 Relationship Manager 咧，喺我哋嘅分工安排咧，佢哋係對我哋財富管理客戶一個嘅分工係最主要就按每一位嘅客戶經理咧，佢咧係會係有幾百位嘅我哋財富管理客戶嘅佢要做好佢嘅客戶關係嘅工作嘅。咁從中當然亦都有係最主要係有個銷售嘅功能喺裏邊啦。咁咧就同我哋嘅其他嘅所謂嘅customer service 嗰條線咧，佢哋就係冇主定一個客戶群，係我哋一般分行裏邊嘅大眾客戶群啊，或者非理財客戶嘅管轄，所以佢哋咧就冇一個直接從屬關係嘅。但係佢哋會有，因為
我一般就係我哋個 relationship manager 嗰個要求各方面個質素啊，佢個經驗啊、履歷都係高嘅。咁喺嗰個職等方面咧嘅職級方面係偏高嘅，變咗佢就有個 customer services 以後慢慢成長做得好升遷，咁有個機會係升到去呢個 RM 呢個系列嘅。咁係如果以喺嗰個員工嗰個嘅喺佢嘅職業生涯發展裏邊咧，就有呢個嘅關係。其他工作上就係冇從屬關係嘅，主席。林生做一點咧，就跟住問一問你咧，就對於客戶關係經理實施嗰個雙線匯報制度嗰個原因係咩咧？呢個決定係由中銀香港係邊一位，即係邊一個主管或者邊個主管機關係作出呢個咁嘅決定嘅咧？林生。主席，我剛才所講就係因為經歷咗我哋2007年3月咧，我哋嘅全行嘅組織結構改動嗰度有個分工，咁我哋咧就好着重同事嗰個嘅專業嘅培養嘅，所以當時咧就響零售銀行部劃分兩個部門，一個就係個人金融及產品管理嘅服務團隊，另一個就係分銷網絡嘅，所以叫執行銷售嘅團隊即係我哋分行嘅就喺呢個團隊裏邊啦。咁所以咧就我哋好希望對我哋嘅RM 客戶關係經理嗰個質素嘅提高，所以個從屬咧就係放響呢個嘅我哋嘅個人金融同埋產品呢個管理服務呢個團隊裏邊。呢個最主要就針對咧就係同事嗰個嘅佢哋嘅質素啊，佢哋嗰個經驗啊。佢哋嗰個嘅水平係提高咁嘅安排，但係因為佢係要喺分行工作，所以我哋就會放喺呢個分行裏邊咧，就有一個所以佢執行上嘅管理嘅安排，銷售嘅管理安排。咁呢個咧就要係佢哋冇可能係搖佢嘅，咁所以呢個咧就係由分銷網絡去負責呢方面嘅管轄，所以就有咁嘅雙線嘅安排啦。咁呢個嘅安排咧係我哋重組嗰陣時一同決定嘅，重組個安排就唔係話指定某一個人，而係分析過當時嗰個工作嘅分工，最好嘅能夠體現出我哋整個嘅業務嗰個發展嘅架構業務發展嗰個嘅方針政策去到定出嚟。即係自2007年2007年3月2007年3月嗰陣時改組之後開始咁樣安排，有冇做過檢討？覺得呢個安排係咪好咧？係咪即係覺得嗰個對於個人員嘅質素係提高咗咧？有冇主席，呢個係有提高嘅，直至到佢哋嘅團隊質素提高咗之後咧，響呢個及後我哋亦都將整個嘅RM 團隊整合到由分銷網絡管轄，現在就冇直接再對呢個個人金融同埋呢個產品管理服務團隊，因為佢哋已經各方面已經提升咗，咁直接已經係交由我哋嘅其後就響如果我冇記錯，應該就係09年就直接已經交由我哋嘅分銷網絡係直接管轄。副主席。多謝主席，我啲問題都係問阿林生嘅。就根據 W40C 第52A 項文件嘅組織架構圖呢，銷售團隊包括客戶關係經理 （Relationship Manager）。請問個人理財經理 （Personal Financial Services Manager） 是否即係客戶關係經理呢？有冇其他職位係同樣擔當客戶關係經理嘅角色呢？請説明該等職位嘅名稱。林生。主席，就即係剛才嗰個咧嘅 Personal Financial Service Manager 咧，係我哋Customer Service Staff 一個系列嚟嘅。佢嗰個咧管轄係直接係歸分行管轄。咁呢個 Personal Financial Services 呢個系列同埋我哋 Relationship Manager 系列個分別喺邊度咧？Relationship Manager 係管轄我哋嘅理財嘅客戶咁咧就Customer Services 呢個系列咧係管我哋分行除咗理財客戶之外所有嘅個人客戶，佢個分工就喺呢處嘅。咁裏邊咧，剛才所講佢係冇一個從屬關係嘅。主席，
我下个问题是问何先生的。根据 W40C 第49.1段，中银香港有没有选定任何客户或者是客户群作为分销雷曼相关迷你债券的目标客户 ？W40C 第49.4段又说明，当客户表示对迷你债券和其他雷曼相关产品有兴趣的时候，有关人士就是 RI 会采取所需的步骤，请解释。A. 如果客户事前对该等金融产品并不认识，他们在什么情况下会表示对该等产品有兴趣呢？何生。主席，正如我们在向立法会提供的这个书面材料里边陈述的，中银香港在雷曼相关产品的销售中间，没有确立特定的客户、目标客户和目标客户群。那么刚才问到的问题是，客户在什么情况下，如果他不认识这个产品，在什么情况下呢会表示兴趣？根据我们的观察，相关的迷你债券和雷曼的有关的结构性产品，在发行初期和期间，报章上有大量的广告和报道。根据我们的观察，系列35大致在广告上面可能有20多个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和不同的媒体呢有过相关的广告，所以呢，我们观察客户呢，大多数是在从这个报纸上、媒体上了解了有关的债券的或者是雷曼的相关产品的销售，在有这个 offer period 以后呢，到分行来询问有关产品，表示兴趣的。辉正。谢谢主席。第二个问题就是销售人员是否只可以在客户提出要求的情况下，才向他们介绍金融产品，例如雷曼相关迷你债券，而不可以主动介绍。如果是这样，请说明制定该项规定的原因，并提供有关该项规定的指引。主席，根据香港的监管要求，尤其是投资产品销售的监管要求，在这个监管要求里边是明确禁止 cold call， 也就是威或要约的造访。那么关于这一条，我们在很多的内部制度里边都有非常明确的要求。在大量的内部培训里边，也包含了这样的内容。这个所谓的 cold call 所针对的客户，主要是在3年之内没有在本行或者说在这个相关的金融机构，或者说我们本身这个金融机构从事过投资业务的这样的客户。那么呢，这是监管的要求。中银香港呢，在内部制度里边也有明确的要求，进行大量的培训，这个是严格禁止的。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说是银行的现有客户，有关制度呢，并不禁止呢向客户联系呢，提到可能有一些产品呢在发售，尤其是呢这些客户在以前已经做了相关的产品的投资。辉正。谢谢主席。第三个问题就是说，在2003年4月到2008年9月期间，中银香港曾有没有就雷曼相关迷你债券的销售发现任何违反该项规定的情况？如果有，请提供所发现的违规个案的详情。何生。主席，
能不能请黄议员明确一下，所谓是指刚才讲到的扣的情况呢，还是其他的什么情况？我看就两种都说明吧。国生。